专门咧翕国家公园风景的摄影师柯昭鹏，将伊40档来作品展伫咧台北华山创意文化园区，就是希望让大家来看到国家公园的水。内政部长林佑昌嘛表示，未来政府会成立国家公园署来保护环境生态，希望立法院会当赶紧来通过。为除夕迄天开始起，一直到元宵节那落，就是刚是最重要。 摄影家柯昭鹏伫玉山气象站待10外日，就是为着要甲玉山山顶拍破光的景致翕落来。40多年来，一台相机模拟，唔惊寒，唔惊热，用镜头记录每一个国家公园的光景。柯昭鹏讲，加在有国家公园，才会当保留一寡山林美景，让大家看到台湾的水。关山有关山的水，海边有海边的水，所以咱有。 总共加起有10个国家公园，所以为包山包海。我伫太鲁阁翕较侪年吼，感觉讲太鲁阁是我感觉较有深度。目前台湾拢总有9座国家公园，1座国家自然公园，每一个所在拢有伊的特色。国家公园由内政部管理，内政部长林佑昌表示，未来政府组织改变，就会成立国家公园署。 目前国家公园署组织法的草案等咧立法院审议。对未来国家公园规个发展呢，伊个新的方向，包括即马国际上的一寡新的趋势，包括咱的这个净零排放，咱的新的国家公园署内底有新的一个规划。内政部表示，成立国家公园署代表台湾对环境负责任的态度，希望立法院会当量早通过法案。摄影家柯昭鹏。 用40年的时间记录国家公园的美丽甲本质。国家公园内底有藏台湾的水，那这挂相片都是上好的证明。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。